一名中國女子喺費城遭到前男友跟蹤並被槍殺身亡。事發前一日，佢曾經報案話遭到前男友性侵，並試圖結束關係。據檢察官辦公室透露，受害者陸媛媛喺2月7號晚間報警，話喺男友任宇俊家遭到佢嘅性侵，並收拾好行李離開任宇俊嘅屋企，試圖同佢結束關係。然而，任宇俊喺次日凌晨開始跟蹤佢嘅車輛，並喺佢嘅車內向佢開槍。當日中午12點30分左右，任宇俊喺律師陪同下向警方自首，並向警方袒露犯罪地點。警方喺現場發現陸媛媛頭部中槍，坐喺駕駛座上，當場死亡。陸媛媛家人表示，佢哋兩人交往近1年，並且陸媛媛曾經表示喺交往期間存在虐待關係。目前，任宇俊面臨謀殺、持有犯罪工具同埋跟蹤騷擾嘅指控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